立法院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，扩大将来自中港澳地区的人士嘛做伙列入去新住民的范围。陆委会主委邱水正今仔日就表示，虽然目前也未造成国安的空旷，不过嘛讲未来也是挂虑。另外，南北党团联手杀过要解除组团去中国的禁令，邱水正强调，咱即马去中国的风险也是真悬，所以就要谨慎来评估，而且嘛批评中国对咱的各种施压。立法院休会进前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，适用对象包括伫台湾的中港澳居民，和两岸条例、港澳条例变作敢若是主法。对此，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讲，目前通过法律是未对国安造成问题，因果正担心未来。实质上面，就是法律通过这些条文是没有影响，但是我们担心未来修法难免会有一些隐忧。那我们也希望。未来呢，我们会强化国会的游说。因为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也合作通过决议，解除到中国禁团令。邱水正表示，个人到中国风险依然正悬，将谨慎评估必要性，并且批评中共对台湾复合性施加压力，是两岸关系紧张疏离的主要原因，也是台海科学动荡的根源。中国大陆所颁布的法规法律。它对台湾民众是没有任何拘束力，只会严重伤害两岸的正常往来，挑起两岸人民的对立，制造两岸的敌意螺旋，可谓是相当负面的损人不利己。中共20届三中全会18闭幕，邱水正分析，中共应该宣布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政策来解决经济不好的问题，重分配、强管制。计划经济、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酌情政策，进一步推动财税改革。能不能起一个所谓的强心针？能不能起一个所谓正衰起弊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可能看起来似乎几率并不高。学者认为，这边三中全会是无法度对最近的中共经济状况有什么大影响，主要的重点是现代化的长期改革。另外，也会开始另外一波强军高层人士的变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